台铁的车票已经是29年无起价啊。交通部表示，过外过进前有和台铁讨论，迄当时决定希望台铁等整体分析完整了后，再过来讲。那在今仔日早起呢，也有通过着临时提案，伫东部地动灾区完全复原进前，东部地区的火车票拢袂当起价。台铁今年册公司化了后，已经29年无起的票价，敢是会得咧调整，引起各界关注。第一日台铁经纪立法院核准铁路运价率公式合理报销率3%至5%，试算出3个方案。调整了后，基本汇率分别是一个人1公里1.98块至2.11块不等，起的幅度差不多是35.62%至44.52%不等。早起交通部处长吴湘林伫立法院表示，过外月进前确实有甲台铁公司讨论调整票价，不过因为迄当阵相关的分析也无完整。所以希望台铁会当早登去建议。台铁公司所提出来的一些相关的分析，我们认为还不完整，可能这些分析需要包括一些它营运的基本条件，还有一些外在社会经济以及我们这个运输市场上供需中间的这些变化。吴湘林表示，第一日台铁提出的3个方案是过去讨论的方案，不是即卖咧执行的，按算下半年会提出。到时台铁调整票价是虾米款的内容会较清楚。有立委认为讲，花莲地动了后，东部的观光受到冲击，车票若阁起价，可能会影响东部的观光。所以临时提案，东部灾区完全复原进前，台铁东部的票价应该卖起。因为它是灾区，所以我这2年3年维持票价的原定。针对花东的相关台铁的这些如果说有涨价与否我们来讨论是否给予专案的这样的一个补助其实也达到同样的效果了。针对灾区或者其他的特别的专案，我们在那种情况改善之前，我们去动涨，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是考虑。吴湘林表示，目前东部的运量甲服务的品质已经有提升，在东部灾区完全复原进前，台铁东部的票价袂起。记者综合报道。